送俾大家。遇到那位跟我絕配的戀人，你根本也未有出現，還是已經逝去？懷疑在某一個角度裏的某一面，還未帶我到世上那天，存在過一位等我愛的某人。夜夜為我身邊，從來未相識已不在。這個人亦其實在卻像個虛構角色，莫非今生原定陪我愛，卻去了錯誤時代。前人若識了你出生在1874。剛剛早100年一個世紀，是否終生都這樣頑強地等，雨季會降臨赤地？為何未及時地出生在1874，邂逅你空手你一起路程，互不相識身處在同年代中，仍學同生共死。我時光可以倒流，我一樣會咁愛你。已不在，這個人亦其實在卻像個虛構角色，莫非今生原定陪我愛，卻去了錯誤時代。情人若識了你出生在1874，剛剛早100年一個世紀，是否終生都這樣頑強地等，雨季會降臨赤地？為何未及時地出生在1874，邂逅你空手你一起路程，若果不可相約在和平地方，也與你暢遊戰地。為何未及時地出生在1874，還像你的手臂切